梁老师，我错了。赢了输了？必须赢啊！这帮孙子全让我们揍趴下了，有一个还哭了。这还差不多啊，有点长进。为什么打架？他们说咱们学校没老师，全让他们学校挖走了，还说我们靠打架就能保送大学啊，是不是欠打啊？你是低能儿啊？这你也信啊？那谁知道啊？他们说的跟真的似的。哦，对了，关键他们还骂你来着，所以我才没忍住上去打他们的。梁老师，费小丹又被叫到校长室了，没完没了啊！什么时候的事？就刚才。你回身给我看看。小丹，我这样呢，也都是为了贝家好。你也不想眼睁睁的看着学校这样没落下去吧？这件事我做不了主。大哥已经通知全部董事了，他生病的这段时间呢，他的所有权利都由你和你的监护人代为执行。小丹，只要你一点头，这所学校立马就可以变成一笔巨大的财富，大家都是受益者，你也是啊。你想卖掉学校？怎么能说是卖呢？我这样啊，也都是为了咱们贝家好啊。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小丹，你是我的亲侄女啊，叔叔呢也不想逼你，但是你都这么大，你也该懂事了吧？刘学斌，谁允许你进来的？赶快给我出去！贝总，谈事情为什么不叫上我啊？贝小丹一个姑娘能跟你谈什么？廖学兵，这是我们贝家的事儿，跟你没有关系吧？哦，是吗？记起看，我廖学兵受贝世香先生的委托，在他生病期间，在为代理贝小丹同学监护人的权利。现在有资格跟你谈了。哎，贝先生，我再次郑重的警告你，为了您个人生命和财产的安全，请你不要再骚扰和纠缠贝小丹同学，否则你的下场就像你的这台 iPhone 牌的苹果，请看。轻点儿。我没使劲儿啊。那个钟老师啊，我听说你母亲是学校的股东啊。对啊。那你有没有听说过她讲学校的事情啊？没有呀。你干嘛问这个？啊，没事没事，我随便问问。好了。谢谢啊。